只要提到任達華，腦海裏邊第一時間浮現嘅，除咗嗰啲經典警匪片畫面，而就喺近日呢位已經踏入70歲門檻嘅影帝，真係喺深夜11點左右現身咗，而且地點呢，仲係香港最繁華、最紙醉金迷嘅蘭桂坊啦，唔係拍戲，亦都唔係宣傳，而係被路人偶遇。有網友喺社交平台上傳咗一段視頻，當晚嘅任達華出現喺蘭桂坊夜店街，一身打扮瞬間成為全場焦點。喺滿街20-30歲嘅年輕人裏邊，佢反而顯得最搶眼。從畫面中可見，任達華身穿一套極為貼身嘅深色西裝，剪裁利落，完全冇中年發福嘅痕跡。佢仲刻意解開襯衫前2粒紐扣，結實嘅胸肌線條若隱若現，嗰種不羈又霸氣嘅氣場，好難相信佢已經70歲啦。即使戴住墨鏡，低調現身，任達華喺人群中仍然係鶴立雞群。影片裏面甚至乎能夠清楚聽到有女路人情緒失控，當街高聲係我愛你華哥，聲音之大完全不顧形象。面對突如其來嘅熱情，任達華依舊保持一貫嘅親民作風，一邊走一邊同路人握手打招呼，全程笑容在線。呢一種鬆弛感，大概就係佢紅足半世紀嘅原因。唔少影迷睇到呢一幕瞬間出戲，呢個咪古惑仔嗰個沉穩霸氣嘅洪興龍頭蔣天生。評論區係直接刷屏，能夠喺70歲仍然保持呢一種身材同氣場，靠嘅從來唔係運氣。任達華呢係圈內出咗名嘅自律派嘅，無論身在何處拍戲都會堅持跑步健身，幾十年如一日先有今日嘅縮圈天花板。除咗影帝同埋凍齡男神，任達華仲有一個俾人羨慕嘅身份——寵妻狂魔，同名模琪琪結婚28年零緋聞，身家數十億，卻將物業、財政大權全部交俾太太。自1997年同名模琪琪結婚之後，呢28年嚟，任達華可以話係緋聞絕緣體。喺嗰個充滿誘惑嘅娛樂圈呢，能做到片葉唔沾身，太難得啦。